嚟到3月香港藝術月，必睇嘅藝術盛事一定有 M+ 呢個畢加索特展，唔止睇得玩得，仲有好多獨家精品買走㗎。今次畢加索特別展覽係由 M+ 博物館同埋巴黎國立畢加索藝術館合辦嘅，會由3月15號至到7月13號喺 M+ 嘅西展廳舉行。今次會由巴黎帶嚟超過60件畢加索嘅作品，好似代表作多拉馬爾肖像、藍色時期嘅重要作品男子肖像、格爾尼卡嘅馬頭草圖等等。可以喺香港睇到真跡，真係非常之難得啊！大家嚟到參觀，如果想打卡留念嘅話，我就推介呢個位啦。全個展覽分為4大展區，可以一次過了解畢加索由早期到晚年嘅創作特色轉變。同場仲會展示更加多由畢加索啟發嘅其他藝術家作品。呢個展覽唔係齋睇，仲有互動元素㗎。行到嚟呢度，拎起畫筆就可以學畢加索畫畫，唔使擔心諗唔到畫咩，可以跟住後面嘅短片畫就得㗎啦。畫完仲可以 scan code 下載留念添。行完個展覽，千祈唔好錯過期間限定店啊！M+ 專為展覽推出咗大量獨家嘅產品，有超搶眼嘅地氈、cushion 套、T-shirt、folder、tote bag 都有好多款選擇喎。M+ 亦同藝術家田名網徑一聯成，推出咗向畢加索致敬嘅系列產品，好似有陶瓷杯碟、收納袋、鎖匙扣、色彩繽紛嘅長襪，仲有大把又夠實用嘅縮骨遮等等。fans 一定要入手啊！買咗畢加索特展門票嘅，都包埋參觀 M+ 其他標準展覽㗎。推介大家一定要落去 B2 層參觀埋展演空間嘅巨型沙畫裝置，係藝術家李明維利用咗唔同顏色嘅沙去砌出畢加索經典作品《格爾尼卡》。呢幅沙畫同埋畢加索特展都係同期展出，都係期間限定㗎。想知更多票價詳情就 click 入內文睇啦。